心想事成第23條法則，給潛意識播種於輕鬆時刻。同潛意識播種最好嘅時刻係顯意識處於休息嘅狀態，而且肌肉放鬆嘅時候。要喺田入邊播種，必須選擇最適當嘅季節。如果喺炎熱嘅夏天或者寒冷嘅冬天播種，結果一定唔理想。必須選擇氣候溫暖嘅春天或者秋天來播種。同樣嘅道理，當你要喺萬能嘅土壤潛意識入邊播種，你都要選擇佢最容易接受嘅時刻，例如上床後、瞓覺之前呢一段肌肉放鬆嘅時刻，以及早上起身嘅時候仲未完全清醒之前，最為恰當。你必須趁住呢個時刻喺腦入邊描繪自己嘅願望。想當醫生嘅人就描繪自己當醫生嘅形象。想結婚嘅女性就描繪自己同一位理想嘅丈夫過住幸福家庭生活嘅情景。如果想成為有錢人，就可以描繪自己悠閒咁坐喺沙發上邊抽住雪茄嘅形象，然後對自己講：我已經將佢交俾潛意識啦。你喺腦海中描繪理想形象嘅時候，即使得1分鐘都無妨。如果夠熟悉，10秒鐘就夠啦。但係必須要早晚都進行，咁樣等於每晚都帶住幸福嘅想法入睡，早晨又帶住幸福嘅想法起身。換句話說，你嘅潛意識會喺你睡眠中為咗實現願望而喺宇宙中活動。圓夢小語，而平靜的我放鬆自己。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記得返嚟留言俾我，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